Ina, mandiyan saan? Kailangan, kladyo na ni Kulalangan re.伊娜，今天想要跟你聊一聊关于送芹菜这件事情。Pabuliva啊，它是什么时候？ Ijo tama sarot arakilet sa taprosali maka kadavan patagirisin. Na是tatavil puita. Tama sarot. Sana 送芹菜 Pabuliva。一定要在那个时候送芹菜？对啊，你不能每天去啊，你不能每天送芹菜。渣男。以前的时阵那在Pabuliva。Pinisuy的清晨有时候5点6点这样，有时候在3点就送，所以都会放在前面的这Pabuliva，就是这样开始就是这样种。是把准备他们来马卡做这样，以前跟现在就完全不同。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知道那都地方的宝贝真的这样，像以前就有那个送香皂了啊。我妈那个年代是送香皂啦，可是不知道那个人送送雨伞，对，送小瓦斯，小瓦斯这种，就默默的放在你们家门口这样。对，还有木材啊，就送在我们家门口这样。可是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那怎么办？你要怎么回礼啊？没有，那个时候之后第几天的时候，五夫跟五夫这样对就那个啊，会一波来点嘛，就这样子，所以是他们送的。他们会讲这样子吗？当然，不然的话我们要怎么去回礼？对啊，对呀，所以第2天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了，老人家就知道。但是过吗？我们会慢慢的就会知道了。讲一个你印象最深的吗？就是有啊，就是跟我装可爱。一般都是不是雨伞呐，还有小木头啊，还有什么香皂都会有，都会放在我们一个窗户，因为我们窗户有一个都很少在开，都是用拉的这，早上才看得到。我们不知道清晨有没有人来过，但是刚好要到的时间，那么就录了说在那各种都要打开，因为那个人可能会。你的家里有个女儿的时候就这样，就会给。对，我突然想到那个刚刚要回应的事情了。就是我在想说，可能是时代的关系，送芹菜这件事情，它不是只送给喜欢的人，它也是那个增加亲戚之间来往的一个很重要的。那这个亲戚他有可能是只有马萨鲁的或者是其他特别祭典才会回来的。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才会这样子在那个时间点送。因为马萨鲁其实对我们排湾族来说，就是我们的过年的感觉。我的想法是这样啊，搞不好是这样子。我突然很有深度了。对啊，搞不好哦。其实现在都是那个搞不好那个改变的时间点也是给国民政府的时候，可是我们那时候我们去田调问那些老人家，我们就做那个芹菜展嘛，就是Pabuliva的展。然后我们那时候去问老人家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在烧木材了嘛，对，都有瓦斯了嘛，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就说，那时候有一段时间那个部落都是，你就看到。那个时间点，售后季的前面的时候，大家开始附送瓦斯或小瓦斯，或者是又讲那个雨伞。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送雨伞，对，反正就是类似送这些东西这样子。不过他们就很害羞啊，就不好意思讲说，哇，那个不要讲了，那个送瓦斯的那个我都不好意思了这样子。因为有一阵子，然后后来是因为村长就觉得说，那时候的村长就觉得说，我们要复振传统的文化。我们不要再送瓦斯了，我们要让年轻人学那个木材这样子，怎么去砍木材，然后怎么砍，然后用哪一些木材这样，所以才开始慢慢复振这些。所以我们刚回到马萨鲁，让你们去学，老人家的意思是让你们去像以前一样去学习。送芹菜哦，在广大木大不那么大，叫Liva 都逼的，也没有分啊，以前。有啊，他们就是有分啊。以前就是这样子啊，有长短、长把芹菜跟现在有分的啊。你知道这些母语吗？Jokol 是那个是
相思树就会相思树是相对思树，真啦是黄金树，真啦，这些木材都是那个，最适合拿来送的。对对，你用母语讲我就听懂了，扔了我就知道，那个国语的我就不知道了。扔了是那个黄金树，加嘎斯，对，加嘎斯，就是九九球球，加嘎斯是九球，九琼龙眼木不是也加嘎斯很适合烧柴吗？而且会很香，龙眼木吗？对不？对？然后我们有填调到一个他是讲说不能送那个对，什么盐肤木，螺丝眼肤木对，螺丝盐肤木。然后他说送这个在烧的时候会起火花，会对。然后他说那个那不是爱感觉的火花。你在戏弄女生，因为以前女生是蹲下来烧那个木材嘛，你那个那个起火花的时候，会有那个弄到那个锅气那个声音，会弄到那个声音都有那个很淘气哦。会有火花，那个火戏弄花这个女生，对，那个火花会喷到女生的脸，那个身体这样子就会，嗯，人家就说这个绝对不能送，不能不然送直接被女生。以前那个第二页王过去对这读他讲说，巴呀，我的这么拉到巴布里吧，又不是我的意思，对不对？是你们自己的意思，要你的心对的对象啊。哎呀，我的这么沙巴布里吧呀，如啊不问了这，我啦如数九沙不知来里嘛就，我知道他那个女生的那个人生那个他。就讲秘密了，就不要讲那个，就是叫你的家嘛，你的孩子快点去认识一个女生。如果他不敢，你就用哎呀，我的巴布利瓦这种就放在他的家里，友好的开始，就对，就是一个开始，讲嘛就这样。可是我问他，他就没有，我要怎么去砍木材啊？就没有去学。他们说以前都是那个啊，都是长辈家里的爸爸，是家里的少啊，爸爸你要怎么去很少啊？不然，带去看啊。有一个很可爱的画面是，因为他们说以前除了是友好的嘛，友好的时候会送，然后还有你对这个女生有喜欢的时候，你就会送。就是还有一种状况是，那没有收到的女生怎么办？这样对，有的是会说，哎，那个我的女儿，你帮忙没有收到，你帮忙送一下这样。可是就是还是会漏掉一些没有送到的。他们说那些没有送到的人，我是听望交的人讲说，他们要去那个家里的后面，去家里后面去拍你的。蹲下来，然后拍你的屋脊这样子，说你这个没有用，没有用，不争气这样子，就是惩罚自己这样子。对啊，然后那个汪家的那个婆婆说的，然后就说，就以前是这样了，然后要去惩罚这样，所以这个真的不好看嘛，所以他们才会讲说，如果我家的女儿还是谁家的女儿没有的时候，他们就会互相帮忙说，你就去送给她这样子，让她不要有这个不好的那个。的一个回忆，对。可是我们不一样哎，我们白龙像不一样。如果没有收到的，你再怎么样也会收到自己家里人送的，就是亲戚。有现在亲戚都可以，因为糖啊表啊比较有是那种也会给亲戚的，就是想要建立好彼此良好的关系啊，敦亲睦邻这样，也可以这么说，或者是亲戚之间的关系可以更紧密，就会用那个时间点送木材这样。那女生到底怎么知道这个是谁送的？他们之后会跟那些老人家这样是家长私下私下谈，然后他们回礼就是去那边对方那巴布利瓦为什么在大巴万去那里噻？那对方那布利瓦那巴准备大娃准备大去那五点嘛就然后去办的回礼的这过来这样，所以他们老人家会谈，不是他们男女情侣，是老人家会谈，然后之后他们就慢慢的可以有心意的话就马嘎的嘛就的咖喱链嘛的19这样。对，那回礼的时间像那个不一定，那是他们自己会去定时间这样的。我们那时候也是填调到有几个蛮好玩的，就是他们就是女生，像旺家，我现在讲的都是旺家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拍节目去嘛，然后旺家的说他们回礼会回那个
很长，比一般大的吉纳夫，对，就是很长很长的吉纳夫。那个叫什么吉纳夫我忘了，就是很长很粗的吉纳夫，然后那有多少叶子？我不知道呢，反正就是蛮大的，然后像鼓楼那边会回里那个水，因为在古龙旧部落的时候，他们的水是很难取得的东西，是视为很珍贵的东西，所以他们认为送水送那个一桶水里的水哦，一桶吗？一桶水还是？不是就水，可能是一杯或者是什么的。哦，吉纳夫最实在是吧我？想吃看看。但是也有瓦瓦， 8月份瓦瓦塞的这，还有吉利龙、维纳瓦吉隆这，这种的对，小米酒跟巴代是那维纳瓦那个最重要。因为你之前在1个月前已经做好了，所以一定你这个家族会有 liver， 所以他们都会这样子在那边聚在一起。那你们会跳舞吗？不会，就只是没有了，以前是没有跳舞，除非百根就会有跳舞。然后他们说还有一个很好玩是，要怎么猜到说是这个人送的？就是比如说，刚才妈妈不是有讲吗？说很多人可能一个女生可能会收到很多人送的芹菜，对，可是我要怎么知道这个是谁送我心爱的对象送？他们会在那个他们绑的那个芹菜上面可能会放一些东西，然后像有的会绑那个竹子，因为竹子的母语叫什么？叫告嘛，然后他们就说跟茂很像，所以这个表示说我对你的爱是我哭求得到你的爱回应，对，白碗的双关语，豹跟猫，对啊，类似台湾族的双关语这种。那个是望家的吗？习俗吗？望家，然后他说南河的有的也会绑那个竹子这样子。那最后不是还有一个叫人买呆呆的白根芹菜？对，白根是真的100根吗？还是很多？现在有规定，对那规定的嘛，这种有规定证嘛，白根要事先讲呢，就把上次那给我，所以今年什么讲我们今年到那，明年到哪里，这样就也没有分头目啊，就是这个不是了吧？就是一般的，其实就是看男生的那个能力情了啦，比如定情，对。你送这个100根，表示说我就是要定你。Tisu nang macedilo pinivarong. Tisu na pinivarong. Tisu nang macedilo pinivarong. Macedilo pinivarong. 所以定了这个人。芹菜篇的金句。这个叫你把呆呆的意义就是不是就这样，不是就这样。你妈的让他妈的说讲啊，点嘛就这样。以后他们会交往啊。阿姨，那你收过最喜欢的是什么？是什么？什么最喜欢？你收到的类型，因为你刚才讲什么香皂啊，什么木材啊，什么瓦斯、雨伞。我没有一个喜欢的。不是说人，是东西。对啊，我就是没有金沙没有被电到，所以没有被电到。对。没有了，因为我根本就还没有那个心去交往，没有心动。我在瓦隆瓦那节嘛就所以，就是没有心动的意思。那瓦隆节嘛就，对。那瓦隆节对，所以可以直接交代节嘛就，就是你送就送，以前就是这样啊。那瓦隆节能送这样子，直接的啊有的，那瓦隆节的是，可以直接。拒绝这样对，可以直接，但是你们不要再他可以拿走吗？不是，就是男生的心意就到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女生愿不愿意接受？你妈祖，所以还没有这个意思。可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回礼，它是流程，它也是要做。啊，是哦。它是一个形式里面的一个流程了。虽然你再怎么不喜欢他，可是还是丰富母亲还是就表达感谢了。所以也有大家巴布利沃的大小朋友，就是以前有这样吗？现在就有这样了。只有现在现在就以前没有啊，是这。阿凡都最重要小朋友啊，那家里嘛，那么都就是那个是。有个说家族联姻啊，
我那东西拽那么卡住风啊，点嘛就蛮冷啊这样。从小就认识了。啊，你有没有送过永生大的水地你们那边有吗？很久就没有了。哦，我是听我父有讲有，他们以前小时候是有，也有看过啊，也有经历，但就到他们那一代就没有了。他们有什么原因是断掉的？因为造林地都被砍光了。我不知道整个啦，但是因为我们家族的话是有搬下来种田，我们那边那时候本来就鼓励种稻嘛，所以就跟这个山上这些树木的东西没有什么连接。如果你明天睡醒，然后门口就收到一箱布料，你会很开心吗？应该最那个最好。那最好。这人哦，那是什么呢？那个是布料是最好。就是送炸鸡呢。啊，是送炸鸡呢？那我马上吃啊。所以那个巴布利法是指送芹菜，然后巴布利法的可是那个采那个采的动作，这个不一定的是什么，是送什么，但是这个是意义是芹菜。巴布利法就是巴布利法的，巴布利法是西班牙的就是苏酒，巴布利法的是苏酒，就像巴布比楚给他力量，打气加油的意思。对，以前真的是很好玩的，那是真的利法。我们有时候都不想知道的是谁。为什么？可是老人家就是一定要让我们认识。那你有说过谁部落的？为什么要跟你讲秘密？都好看吗？那些人你们早上起来真的就看到那个有木材，都是老人家，那个在家嘛都是他们都是5点几点起来，因为刚好知道当天是礼送芹菜，他们就会很早起来。还是不这样子。哈鲁，嘎扎鲁，第5、6是爸爸讲的是哪里吧？566，直接告诉你是谁送你的。要给我566。对啊，哎呀，我这边你父母都是那个时候阿姨的年代呀，就是有那个礼法了，就会爱送他们哦。他们婆婆就会叫他们。你知道晚上有人要来送芹菜了，你一定会有上麦。我说你不会熬夜在那个窗边这样等待看是谁吗？可是我们期待的时候是打个背景嘛，我也是都睡着了，怎么好像有一种跨年的感觉？对呀，结果我们一起床都把这个背景一说忘了睡就有了，这样不到现在也是秘密啊。没有，因为他也在看着你什么时候睡觉，他才要送。就是你们有讲那个要回礼的那个特大号的吉纳夫，所以8月嘛，就是马早就有吗？一定有吗？你要回部落吧？对，回去那里。有没有那种你很想要拒绝，可是你的家人觉得他很棒？人啊，这次是讲人对，你很想拒绝的，可是你的家人觉得他其实很棒。是有，不过没有这个经验，没有这个经验呢，因为根本就攞不到那个经验，因为根本就不喜欢了。拒绝我们要怎么办？我们等下怎样拒绝？我这样就你这么直接，太伤人了吧？你进来我人家一那么的就是这样。我希望你可以接受我的爱意，都不直接哦。对，我都会上我都这样可是我不会直接跟他讲，是跟我不讲啊。对嘛就这样。survive。对嘛就是乌龙啊，我都是乌龙了。你那爸爸在地方叫吉纳夫，连回礼都是当天回，不要再安排时间了。原封不动这样。姐姐在那里玩，姐姐还要推别人下水。你有看过夫妇回礼过吗？有，家里都会很多人，可是那个时候都是阿姨的芹菜啊。那他都是怎么送？会送吉纳夫给你们？我说当天那个回礼的情况。对，当天在那里就对了。就会有吉纳夫、小米酒啊，小米酒，还有山地饭呐，什么都会。山地饭哦，摇饭。小米啊，小米的好好吃哦。像你那你的姐妹很多都是女生嘛，
废话嘛，就是一个家那么多女生的话，那个男生去表达这个心意的时候，就是你们怎么知道这个要给大姐、二姐还是三妹还是？就是看老人家要怎么去安排了啊。因为他们太多太多人，那不是就是乱点鸳鸯谱？对啊，就是太多人了，而且那个男方也不一定是他，对不对？只要其中的一个，然后或是延伸问题就是，那你们家那么多女儿，我要那么多人来其中送的时候，门口不是就很多呢。谁送谁，怎么要那个？要那怎么？个当然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这个人要送这个人要送那个的话就，奇怪呢，因为我的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你们真的我的不同就是，香皂还有什么说？所以你们喜那个不错。你们喜欢的人其实也是不乱给的。我每天要乱不错，因为你们就知这个爱漂亮给化妆品，这个不爱带雨伞给带雨伞。啊，这个瓦斯我自己用，因为我在煮饭。我爱洗澡的香皂。哪有真的？所以每一年你们都有香皂学弗兰的瓦斯桶。对哦，那个很好呢。对啊，我们都屈臣氏了，可以保养。因为我们以前很多那些皮肤会有那个干燥，对干燥，皮肤保养，所以最适合。因为我们那时候还很小啊，姐姐他们都是。这时候我们也可以问听众说，你们有没有收到什么特别的 Baboliva 的对啊木材之外的东西？请那个听众朋友去问你们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可是讲到木材，我记得以前妈妈讲过一个故事，我觉得蛮可爱的。因为以前我们去看电视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主人说，如果你们要来看电视，没关系，不过你们可以从家里带，哪怕是长的短的木材给我们这样。所以我们都是去那里看电视，然后我们的木材直接放那里，这样不杀软不完的，我们就直接放那里时候，我们就进去可以看电视了，就这样。啊，是真的有给吗？不是，你不是，很坏，又怎么了？他们是这样子哦。因为我们的亲戚啊，他是姨妈啦吼，他说，你那个如果放木头。就是给他听到有声音，他只是拿起来原地的放。因为我刚好想去看电视，想要伊巴啦，就是出去，但是我看到那边怎么那么多的人在那里在看电视呢？那些爹妈就主人都没有看到我，我说我很大声的用丢的，那就中午阿秀，一点都没啊。因为那个人听到那个声音，他就让我进来啊。到现在还没有忘记这个事。好，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今天的单字有相思树、joko、黄金、renna、九琼、jagas。Sipavana我sabun。我们都讲sabun啊，现在。还有那古鲁斯基啊，古鲁斯基是。那个最实用的女生就是头巾呐，丝巾，对，丝巾，古鲁斯基，因为去山上都可以带。你们也会送这个？有啊，就是放在那个香皂的里面一起放。Tisu nanga matsidi lau binivarung，你就是我心里的人，艾莎。那我varung在马祖。对他没有意思，这样吗？我还没有这个心，这样。我还没有这个心跟你交往的。我们不可能。因阿珍那里马进来，不然阿珍巴拉罗的。阿珍啊，我的马进来啊，而且巴拉罗的。马进来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也没办法这样子爱，很爱的那种。阿珍啊，我的马进来，巴拉罗，永远嘛。以后到永远就是这样。巴拉罗，你送再多有没有用？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妈妈拿去煮东西。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欢迎到下方的说明栏练习。今天的节目到这边，你在这里已经那么足足完了。